各位評判大家好，我哋團隊嘅研究題目係當果膠遇上碳，基於滲濾域值調控嘅果膠活性炭複合海綿。我哋嘅研究係始於一個迫切嘅社會痛點，隨着全球人口老齡化、慢性傷口，特別係糖尿病嘅護理需求急劇上升緊。但係而家臨床現有嘅解決方案都唔完美，傳統紗布容易同傷口黐埋一齊造成二次傷害，而普通嘅水凝膠需要保濕，但係機械強度往往不足，同埋容易分解。更加嚴重嘅係呢啲一次性嘅醫療用品消耗，帶嚟咗巨大嘅醫療廢物處理難題。所以我哋就諗，可唔可以利用廢物轉能嘅呢個概念，開發一種可以解決環保問題，又可以提供主動療合功能嘅自然敷料？呢個就係我哋利用廢棄果皮提取果膠開發呢一款複合海綿嘅初衷。為咗實現呢個目標，我哋採取咗獨特嘅材料工程策略。請睇我哋嘅方法核心：滲濾域值調控。首先喺合成上面，我哋利用酸水解提取法，從果皮之中提取果膠，再加上海藻酸鈉同埋由椰殼製成嘅活性炭作為功能填料，跟住再透過鈣離子交聯形成咗我經典嘅蛋殼模型。呢部分嘅關鍵創新在於，我哋發現活性炭對材料嘅影響並非線性。透過實驗，我哋確認咗20到40% 嘅負載量係一個關鍵嘅滲濾域值區間。喺呢個區間裏邊，材料會發生獨特嘅微觀結構互鎖效應。活性炭顆粒充當咗物理錨點，有效限制咗高分子鏈嘅滑動，增強咗結構嘅穩定性。相反，一旦超過呢個域值，例如60%，顆粒團隊就會切斷咗蛋殼網絡，導致結構崩塌。基於上述嚴謹嘅機制設計，我哋嘅複合海綿展現咗臨床同埋環保嘅雙重突破。喺臨床數據上，處於最佳域值區間嘅海綿吸熱倍率高達21.25倍，遠超傳統紗布。更重要嘅係，我哋發現咗水分誘導增素效應現象。水分子作為增素劑，緩解咗熱量集中，使材料喺保持柔軟嘅同時，機械強度都明顯咁上升。喺環保層面，我哋有一個反直覺嘅發現，即管係加入咗難降解嘅活性炭，材料嘅生物降解率都係仍然超過咗80%。呢個都係歸功於微生物通道機制。多孔炭顆粒為微生物提供咗庇護所，並喺脫落之後形成咗物理通道，加速咗深層降解。總結嚟講，我哋透過精確調控滲濾域值，成功將餐廚廢物轉化為高性能醫療資源。呢個唔係淨係優化咗慢性傷口嘅護理，更係實現咗真正嘅綠色循環。我哋嘅彙報到此結束，多謝。